baby，而家係5月18號嘅朝早凌晨3:02。雖然寶寶琴晚講過唔需要豬豬去做呢啲自我感動嘅嘢，但係豬豬好似豬豬琴晚咁講吧，做呢樣嘢唔係想去自我感動，而係想寶寶知道豬豬真係好愛嚴家文，會做盡一切所有可以去做嘅嘢，去俾寶寶感受到豬豬愛寶寶，透過一切嘅行動去話俾寶寶聽，豬豬真係喺寶寶身邊，就算隔幾遠，豬豬都會盡豬豬嘅努力去令寶寶感受冇咁遠吧。呢度有粒蚊啊，唔知咩事，所以抱起寶寶豬豬，偷偷地扮瞓覺，一時半次吧。今次要去同寶寶去準備呢一份嘅驚喜。寶寶可能朝早嘅時候，媽媽、爸爸喺度門度會發現呢樣嘢，希望寶寶理解，豬豬想將最好嘅嘢，唯有最好嘅嘢畀寶寶。愛你嚴家文呢，希望寶寶會鍾意呢份豬豬飛之前嘅禮物。